有会道理。不好意思。我和学生组两点63.31过去小时后，在念书去听的无声，大家要起来哦，不要起来哦，你老婆刚刚说好起来呢，啊，无声，会做坏。这些呢，韩国花进行红色等级。所以你看，咱现国现二啊，现国是哪样？你讲咩啊？是安尼。咱讲话就是要看吼，先讲我就无意思吼。哦，你看咧，讲是咧，讲是讲，你后来去了这种老师呢，讲这是自己去吼，其实，牙刷就是啦，是一种是好啦，但是如果咧，跟你讲讲，一切，讲讲诶，一切尽在不言中，一切拢是尽在不言中，好，好，安尼，好啦，我负责。